国际上要紧来看沙漠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顶届落大雨造成灾情，过无半个月，大雨佫开始来到。若是杜拜机场有航班取消，真侪学校嘛拢停止上课。另外，伫巴西路西亚中部嘛拢咧做大水。雷暴加强风吹力袭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最地区，杜拜市区搁再出现积水，真侪学校甲办公室拢关起来。全球第二无用的杜拜国际机场，5架班机转降到其他机场，另外至少有9班入境、4班出境航班取消。这个雨有加入到初三。气象单位提前一天已经对民众发出警报，呼吁尽量待伫厝内底。排水甲抽水系统也提前准备。加在即摆雨势无亲像4月16破纪录的大水雨，无造成伤严重的灾情。沙漠气候的国家连续出现真少悬大水雨，专家认为讲，这气候变迁是主要原因。伫阿联这类欠缺排水基础建设的国家，地灾情况可能更加严重。镜头转来到巴西。圣婴现象造成南部地区是大雨成灾，救护大水冲转去，引发土石流，冲入去徛街，较低所在厝沿公路淹了。伫南里奥吉兰德州，至少有13人死亡，21人失踪，5000多人无家可归，伤亡预计也会增加。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的状态，总统卢拉也去这个所在来视察。Está se manifestando e nós precisamos levar isso muito em conta, porque quando a natureza se rebela, a gente sabe que os prejuízos são muitos. Eu moro ali, minha casa eu saí só com a roupa do corpo. 今仔日俄罗斯甲哈萨克边境是拄着几10年来上界严重的大水侵袭，4月中开始无正常样势，已经造成侪条河的河水涨起来，爆发放弃。秋门这月以信河的水位测哩涨到历史以来上悬的11.3公尺，比2017年旧纪录悬出34公分。民众几点钟内底赶紧来撤离，全家园落雨水淹了，当局预测水位会继续涨1礼拜，上悬可能达到12公尺。公视新闻，施惠中编译。